在高雄是有消费者去卖场买到要过期的牛排，食落了所直直的肉，检查出是当柜检，更加不满是提去卖场要退货，业者佫讲物件要过期啊，本地就可能提早派去，卫生局嘛已经派人去查查。今仔消保官是建议将物件留落来，检做证据，要讨赔嘛有通申诉。 你买的这一块，它是算是即期品啊，但是也坏掉，也还没到时间啊。日到暗时6点半，陈先生伫连锁大卖场买2地特别到期牛排，过无3点钟就甲其中一地煎到全熟，食到巴肚底血开始走白。医生诊断是胃肠炎，陈先生怀疑是含牛肉有关系，拍开另外一盒就闻到歹味，去卖场换一盒，所以发现讲换这盒同款有歹味，伊真生气去投诉台湾消保会。他回答我即期品，但是让他摆上去干嘛？即期品就会有问题，那的话你就不应该摆上去。 台湾消保会表示，要到期的物件虽然确实业者提出来卖，这也代表讲肉是会当食，袂当讲特别到期可能是派这款回来会提责任，也袂当甲退换货当作唯一的解决办法，应该去看冷藏卫生敢是出问题，对食品安全袂当结果挂。到目前为止的话，先生不愿意就医，然后也不愿意将商品带回来。业者表示，包装顶头有注明肉的特性，可能有酸酸的气味，共一批产品无接到其他的投诉，若是消费者有疑虑会当退换货。 另外，伫咧选牛排时阵，安怎判断有青不青？专家也建议对牛排外观来看，牛排有青色水会较暗。另外，若是牛排外口看起来香，就可能是歹去啊。 味道有不好的气味产生哦，那可能肉就不新鲜了。好，这是第一个点。好，那第二点，我们可以用手来摸这个牛肉，看它的弹性好不好。市政府表示已经派人去查，消保官也提醒，食到可能是无清气的物件，要赶紧去予医生看，才通厘清商品含症状的因果关系。食无了的商品也通好来保存，提供检验使用。若种含业者伫咧损害赔偿无强势的时阵，会当向消保官申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